台南市民生从业人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日前伫太鲁阁号事件发生时，人拄好嘛转去到台东制作，现在想起事故，也是有满满的不甘，一直想要替受难者尽一份心力。后来经过甲工会理干事讨论了后，决定伫工会发起募款，并串联全台各地有能的爱心，总共募得8万多块。经过市原单位等的推荐，决定将善款全数捐予红十字会，作为太鲁阁号事故专款专用。当时的事故发生，我的人刚好正在台东，那我又借由新闻的一直的重复的一直播报，在这方面，我觉得说在这方面的受难家属方面呢，我一直就是觉得呈现很低落的心情，因为当然我这次回去也是祭祖啊，对，那我当下就是有一个想法说。关于这方面，我们能够邀请到国内业内朋友，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跟善举？那我当下就是马上联络了我们的理监事团队，做一个协商。我们确定了在这方面的一个善款的一个方向，我们大家就是同意在这方向愿意去招揽国内全国业内友人做这方面的一个善举的动作。太鲁阁号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台铁史上最严重的一个事故所以让我们所有台湾的人民其实都非常的不舍那也都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力量，然后去帮助不管是受难的朋友或是家属们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文生工会的国宾理事长，然后发起，然后所有工会的会员，然后包括很多好朋友都一起来发挥爱心，那募集了一个款项，也希望说能够捐助给太鲁阁号这些受难的家属跟朋友，那希望他们能够感受社会的温暖，然后能够快快的站起来以外，也期待说文生工会这样抛砖引玉的善举，让大家能够持续来关心我们这一次受难的朋友。理事长陈国斌表示，社会上有真侪人对着文生行业早有袂少偏见，但其实这个行业甲一般行业拢同款，甚至因为社会偏见颠倒更加弱势。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捐款，会当带动社会上更多团体做伙加入公益关怀行列。文生工会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